在我一生的光阴。这是今日的回应诗，也是求主带领阮一生一个真水的祈祷。咱来唱第一节。来，天陪我在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336首。教主所爱，每阮求上帝是赞我，全部何塞敬拜。第二节来，但求天父感化我心，体贴情人的情。关我的人可以快乐，有阮予伊安宁。我爱心思是刻点情，安慰别人无停。第三节来，我点世间无论大位，无论担当啥子，求爸赞我甲人相好，信心着行无事。我谦卑忍耐的心，做你找用专一。主赏赐咱一生的光阴，咱就把机会来行主所欢喜的事。无论做什么职务，无论伫倒一个所在，求主赞咱甲人相和，信心德行拢无失。咱 PPT 同工，你请你找圣诗336首咱回应兄弟嘛，尽量摕你的圣经信息出来因为是为咱的电脑有时会小度这是咱尽量去克服。咱只是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无需邀请你为着你家己，为着你的心被办好。主是感谢咱的内心的上帝。咱的心是毋是有啥物无好的心思、无好的意念、歹的念头？求主甲咱洗清，除到你，互咱伫主的面前，正做一个清气心肝的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你是阮的主，阮一生要跟缀你，求你来光照阮的心。你毋若是感谢内心的主，这个殿是万民祈祷的厝。你也爱你的囝儿纯情到你面前来求讨。主你讲，清气心肝的人就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主啊，帮助阮，借着吟诗，借着祈祷，甚至借着安静的默想，阮的心活倒转来到你的面前，回心转意。哈利路亚！主啊，阮要将阮的心，将阮的心思意念献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求你来欢喜接纳阮，当阮奉献阮的心，奉献阮的生命，奉献阮的念头伫你的面前。求主你光照阮，对阮的心来讲话。
主啊，我要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用祈祷来摇动住你的手。好，这个第一节的歌词其实无真好读，所以逐项虽有反复啦。真像咱的心有时我要伫主的面前做一个上帝欢喜的囝儿，但是拄着一块的情欲望出现的时，我有可能阁互魔鬼较赢。所以求主赞我逐项祈祷为正，就是每一日咱需要祈祷。伫礼拜前，咱也用祈祷来备办。咱最后阁唱第4节。天父求你日日赞我，天父求你日日赞我，逐项祈祷为正，赞我一心守志安分，常常甲你同行。望这条诗也成做阮的祈祷，望主带领阮伫每礼拜的敬拜开始以前，阮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伙来吟圣诗363首回情诗，耶和华，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兄弟平安，礼拜要开始，为着保持礼拜的庄严，请将你的行动电话关机，还是关于静音。
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伊若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告伊的。大家来吟圣诗，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会长请起立。听到用上帝10条诫来告别咱的信仰。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第四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诫，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诫，毋通害死人。第七诫，毋通行奸淫。第八诫，毋通偷窃。第九诫，毋通做假的干证，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的厝边的萝卜、乳猪、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谢谢。咱再来启用文第17篇，我来启，请再来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圆到风去。万军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伊也为着家己找到补囝的收，徛去伫你的厝的迄人有福气。
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作水泉的所在。因要行溃力那加天。万军的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对阮的盾牌，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咱讲后头来祈祷。亲爱的爸啊，阮搁一摆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包括阮的生活、动作甲喘气，拢在伫你。愿万民拢敬拜你，万喙拢向你承认你是阮的主。爸啊，2021年刚过去，阮的心中充满感恩。虽然伫生活中，阮有犹原有足侪未了解的疑问，但是阮搁要伫遮学罗你。因为深知人生的道路虽有风雨，但是伫你奇妙的恩典中间，一切要化作甘霖，注入阮的生命。感谢你陪阮行过2021年，新的一年，求你继续带领，对年头甲年尾。主啊，阮知祈祷是基督徒属灵的喘气，圣经爱阮定定祈祷，随时祈祷。惊了，阮若一个灰心软弱，就容易落入迄个撒旦的陷阱内面。祈祷是亲近上帝、敬拜主，甲主连结的一个蒙恩的道路。拄好是甲主建立亲密关系的生活。有祈祷就有气力，常常祈祷就有大气力。那阮逐工伫日常生活中、服侍中，时时学乐甲祈祷，就会不断伫主内面更新，得到气力。阮伫祈祷的生命，嘛会哪来哪充实甲丰富。主啊，求你赐平安，互你伫你所疼的人。一个人伫生活伫疫情的威胁中间，拢会当接到基督，得到真正的平安。而万你是一个互人做大荣幸的上帝，带领阮脱离一切的危难，进入到平安的所在。主啊，囡仔真欢喜，会当互你兴起，真做为万民来代祷的勇士，会当甲你同工，多多感受到主恩的甘甜，互家己的信心不断哪坚固。当阮拄到各地咧迫切的代求，也求你赐互阮平安。阮也知传福音是真重要的代志，只要阮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就会赢过世间上种种的苦难，会当为主来做见证。善良的上帝啊，阮也求你保守受造的万物，会当管理伊的行径。阮求有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心内清气，精神欢喜快乐，互阮会当安分守己，疼厝边亲像家己，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的圣工。愿你的恩典补助阮一切的欠缺。今日你牧师要用美好人际关系，人甲人的结连来正道。求主，我会当专心来领受，并且实行伫阮的生活中间。
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学乐，圣乐队今日要用应邀主圣名来学乐。
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人书第6章第1节到第9节。台语汉语本伫223页。以弗所人书第6章第1节到第9节。做囝儿的，恁踮伫主，就顺坦恁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就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加应允的诫，要互你行通，长岁受伫世间。做老爸的，你毋通激囝儿的受气，多多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做奴仆的，恁着行行样样带，用诚实心顺坦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亲像顺坦基督。无伫干那伫目睭前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甘心做工，毋那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因为知无论做奴仆还是自由的，逐人所行啥物好，要对主来受倒转。做主人的，恁也着安尼款待奴仆，无伫通化因，因为知因甲恁共一个主伫天里，就是保养外貌处人的。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荧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荧光，提醒我的主。讲到今日牧师要用美好人际关系人甲人的结连来证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能够看到大家，但是对今日开始，咱就是神职人员、招待人员拢爱挂喙安，所以大家爱见谅吼。嘛知影讲，咱看到这个人与人的连结，想到过去无好的消息，但是对上帝心意来看，伊是爱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好的连结，甲人嘛用心来经营每一份这个人际的关系，用心来经营。上帝要通过安尼，互咱活伫关系、活伫疼的关系内底。因为世间足侪人，即摆人口偌济，60-70亿嘛，咱会当拄着偌济人？有可能伫咱生命中有意义的这个爱的关系，有可能只有60-70个，你才会真正有深入生命的交陪。所以咱爱珍惜。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的心安静伫你的内面，由你用你的圣神保惠师来光照阮的内心。因为阮的生命中，有时因为咱的软弱、阮的疏忽，互阮即角差对父母、对囝儿、对兄弟姊妹，阮有可能用着伤害、负面的方式。求主你搁一摆，伫阮的心内，互你的话真理结好的果子，互你的奴仆讲了清楚，互你的百姓听了明白。愿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的脱界。愿咱的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看圣经，牧师请咱甲圣经掀开。以弗所书第5章、第6章，犹原继续在讲，基督徒活伫主的疼内底，有一个新的生命，
基督徒洗礼了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断地换新变化，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咱上这个慕道班也是在注重这个，讲过去无认捌主，即马咱做主的囝儿，咱着怎样来行，怎样来做，合上帝的心意。顶礼拜咱讲夫妻的关系，因为这是人类第一个关系。上帝创造亚当了后，伊无随创造伊的老爸老母，也是伊的囝儿。上帝创造亚当，上帝就是伊的爸母。但是上帝和伊甲人第一个发生关系是伊的夏娃，是伊的太太，对无？是伊的某，是伊的妇人人，翁某成做一体。然后呢，因就开始生因的囡仔。然后呢，咱出世伫这个世间，就是第一个关系，是爸母、囝儿的关系。所以有一句俗语在讲百善怎么样？啥意思？就是好又好，真注重。咱拄则读10条诫，第1诫到第4诫，人甲上帝这个直的关系。第5诫到第10诫是在讲欢的，就是讲人甲人的关系，你甲你的厝边的关系，你甲你家己的关系，袂使讲白贼，袂使偷窃，袂使贪心，袂使做假的干净，好好做人。其中第5诫就是友好父母嘛，所以上帝看重这个，就该放伫人甲人的关系中的第一位。过去嘛有一句话，应该是我做学生的时阵读到的，我常常有这个印象，唔知恁有听过无？讲儒家在论这个孝道，伊讲至于犬马，皆能有样，是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伫圣经新约时代，耶稣也讲，恁着爱友好父母。唔是干那讲，我有奉献给上帝，我用个额版来代替我对父母的这个每个月应该爱互因的收费，这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讲犬嘛，就是讲狗啊、马，这动物精生，你嘛是也甲互伊食，但是你敢袂对因态度真好？所以如果咱对咱的父母平常时的关心，迄个友好伫英文这个字就是宝贝、顺服、加上 honor， 就是尊荣，互伊感觉生这个囝真有价值。生这个囝细汉的时阵，为伊安那纳西纳着然后呢，到伊长大的时阵，有一天等咱老的时阵，换伊来服侍咱。所以这个态度真是迄个重点。而且讲第5章讲夫妻第6章开始讲做囝儿的，恁着伫主的内面踮伫主，顺谈父母。伊讲到一句话，踮伫主，也表示讲有的情形，有可能咱爱有智慧去思考，就是当出伫疼心来顺服父母，互因的心欢喜，互因心得到公平是真好。但是咱看到这个悖逆的世代，也有一款情形，做囝儿的无必要去顺服父母。我过去伫庄家牧会的时阵，就拄到隔代教养最严重。阮伫庄家的时阵，父母拢伫台中做工课，阿公阿嬷顾孙。其中有一个世代同堂，就讲爸爸妈妈，但是向乖食毒的关系。结果阿公呢嘛是无真好势就是啉酒食毒。所以这个孙呢，到国校1年的时阵来到阮教会课照班，伊老师就讲这个囡仔真无好教。伊阿公不时会叫伊去叫伊去柑仔店偷摕酒。我就甲伊讲，这个情形你就袂使听父母的话。
因为这违背着圣经的真理嘛，10条诫讲袂使偷摕，也是讲咱的囡仔爸母还未信主，伊就当咱伫点伫主的时，伊就讲你爱去祭拜，爱去拜拜拜公妈，还是去夜香拜偶像。伫即个情形，咱嘛袂使完全顺爸母，但是咱的态度依然爱温和，爱恭敬，只不过爱表明咱的立场，表明咱的信仰，咱有一天父想事世间万人类，阮的生命是对上帝来。所以当上帝命令甲爸母的命令有所违背时，咱只好来顺服上帝，总是互爸母通饲大通了解。咱毋是基督教死无人靠，咱毋是信基督教结果不好，比无信的人较害，嘛毋是要背祖，就是背叛祖先，只不过是咱用合伫信仰真理的方式来表明。咱无夜香，但是阮为祖先来祈祷；阮无拜这神主牌，但是阮望因的灵魂会当安那归顺耶稣。所以，真侪时阵，咱需要有智慧去分辨，讲什么是真正有效，什么毋是。什么是愚孝？戆啊！反正不管什么讲啥就做啥，就叫做愚孝。信基督教毋是死无人靠，是平常时就爱有效。佮讲过去伫王经伫新报牧会时阵，有一个会友，互我真感动。就是伊伫台中食头路，做到主管真好的即个社会地位，应该是伫国泰也是倒一间保险公司做到经理。总是呢，伊逐礼拜六，有时即个咱知影保险有时拜六爱去见人客，讲生理，也是啥物说明会话，总是伊拢提调。伊逐礼拜六就是转来到新报即个所在，就是。陪因爸爸泡茶，陪因爸爸看布袋戏，有时看歌戏，连因孙嘛已经大汉啊，大学啊，嘛拢拜六就是无甲朋友去佚佗，就是一定转来即个住处，甲阿公阿嬷做伙坐咧开讲，分享一礼拜。逐礼拜拜六准时车就是开来，到暗顿食了，搁开转去台中。伊嘛伫台中的教某一间长老会咧服侍，所以因礼拜无伫庄脚的教会聚会，但是逐礼拜拜六就是转来。所以我想着讲，咱一句俗语讲，在生的时阵，一盘土豆赢过死后，安那？3粒猪头，毋知几粒，意思就是讲，你在生的时阵，爸母也伫的时阵，你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在挺好死的时阵，要做互人看，甚至叫电子火车，叫这个少女百群，叫别人无熟悉的人来哭，来做表面的功夫，做互庄内的人看，洗砖头、运砖，总是上帝咧问讲爸爸妈妈也伫的时阵，你有好好疼惜，好好报答，因为这个机会若是过去，就无搁有。所以伫旧约，为了爸母，救助爸母的，爱用石头钉死。现在真侪囡仔拢叛逆，讲伫旧约你若安尼就栽死，就栽死。所以这个友好，互爸母的心得到安慰，我想迄是真要紧的一个精神。而且爸母到年老的时阵，感觉讲，我用上帝话饲这个囝，当这个囝大汉的时阵，因活了真好，活出上帝光彩，然后呢，佮对爸母真有关心。伊爸母的心内得到真大真大的安慰，也得到真大真大的阳光甲快乐。第4节，咱来看圣经
PPT 会当看咱的圣经第4节讲，做老爸的，拄则是当讲做囝儿的。第4节讲，恁做老爸的，唔通激囝儿的受气，独独要用主的境界，教这个教训来培养因。你只讲做老爸，总是我想特别强调老爸的身份是正确。爸母拢真要紧，但是伊的老爸这个身份的确就是伊讲丈夫是这个某的头，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咧，搁上帝天父上帝是基督的头，毋是讲上帝甲基督因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共受荣光，共受敬拜，无啥物人较大较小，总是有一个顺序，有一个伦理，有一个听的关系，所以真有意思。你看创世纪，咱转来创世纪想，你就知影讲，伫夫妻关系中间，上帝设立亚当做头，上帝将伊的话吩咐亚当讲，这个园内所有的果子你拢会通食，但是独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袂通食。上帝把这个话交代亚当。当夏娃被抓来引诱食了这个蛇了，上帝无讲夏娃你伫倒位？伊找啥？亚当啊，因为亚当是头。亚当你伫倒位？你是所以亚当无好甲上帝话甲夏娃讲，所以上帝找亚当丈夫有责任。所以对这咱就看出讲，毋是干那伫物质上，咱顶礼拜讲爱供养、养饲家己的某囝，互即个家有基本的即个经济。更加有责任的是丈夫要用上帝话来养饲囝儿，包括某囝，用上帝话来起造家庭的根基。这才是丈夫一个神圣的责任，抓上帝话来建立、起造你的家庭。所以，咱若是对上帝话无清楚，咱就无法度好法互即个真理，互上帝诫命律例，落即个实行伫咱的厝。咱搁来看一位圣经伫箴言13章24节，旧约大约汉字705面705页，咱来献上帝话箴言13章24节。今日有2位补充的圣经节，这其中一位，我甲叶树先互恁知705页，箴言13章24节。好，咱做伙来读预备来。毋甘用车的是怨恨伊的囝，若是听伊的，就照实责罚伊责备毒就是监督对训练伊的意思。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生命；疼爱的儿子的，是随时管教、机会教育。这就是讲，圣经爱头尾全本圣经来看。伫幼所书有人讲毋通只儿女受气，好亲像儿女真大袂使激因受气。尾仔咧，就甲因生就成歹去，毋是即个意思。伫箴言就真清楚，咱来看到，该拍就会当拍，因为车管教伊的性命，伊的性命就会转来，伊就一生袂外出。你毋甘莫该拍啦，毋甘车毋摕出来，伊以后犯大条的。所以听儿出伫听，随时管教。毋是出伫气毋是照我的情绪，我袂爽，我安那，我出于情绪，所以这就是爱拿捏分寸。大人教囝，毋是任意妄为。圣经讲一个真要紧的真理，这个囝
是上帝互咱的产业，是上帝哦，暂时托咱来管理。你互伊生了好，过了好，咱对上帝就好交代。啊，出伫疼，伊就嘛会生了好。但是恁若是出伫脾气，变做你的出气筒，变做你的附属品，变做你的这个炫耀品。这个囝变做是为着你老爸还是老母时代的民主，还是要完成你的心愿的一个投射，安尼咱有可能就毋是出伫疼，嘛毋是用主的教示符合真理来管教。所以这样讲，不忍用杖打孩子，所以该拍都拍，但是呢，该疼嘛爱疼，该管教该管教，符合真理。所以当你在管教的时候，你爱想，我是毋是有过头生一个歹气，还是过头拍像严下的时阵，这个囝袂堪情。我有时嘛在反省，无顺便甲我提醒讲，你对囡仔毋通讲即个话伤重啦，伤残忍吼。咱对大人可能佫会堪情，因为咱有足够的看。但是囡仔才5岁，才一个8岁，佫一个3岁，你用有时3岁爱用3岁的讲法，5岁爱用5岁的讲法，8岁用8岁，你有时乱去，真正会乱去。我还无想伊在叫母恩、母姐、母言，有时拢会叫毋着，名就会叫毋着。所以这真正爱有智慧。你爱出伫听心讲主啊，我安尼管教敢有合理的心意？甚至讲敢会伤过残忍？对一个3岁囡仔讲迄个话是无应当，所以我着反省，着爱认罪，求主赦免。因为爸母的话有时咱无注意，结果讲一个过头。伊的心内受伤，佮一世人的阴影。所以，咱佮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咱来看最后一段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21节，哥罗西书3章21节，台语汉译本231面的所在，伫遮怎样讲？幼册书真共，伫幼册书后壁，有说腓立比哥罗西第3章21节，见到未？231面。伫遮真正是对18节开始，就好像是有所书的第5章到第6章的缩小，重点版。来21节，咱做伙来读，预备来。做老爸的，恁毋通激互恁的囝儿受气，惊了因失志啦。所以这就讲到目的啊。讲为什么卖假因受气？毋是讲袂使互因不要让谁啊圣文或是讲不高兴，毋是这个意思，拢惊伊受气。是讲你毋通伫情绪的内底，因为你在发脾气啊，你嘛爱激互伊受气，佫讲真重的话，互因灰心丧志啦，灰心失志，丧志，安尼就毋通，安尼就毋通，因为因的年岁可能袂堪得讲遮尔重的话。在哥罗西书，你看真有意思，18节是毋咧讲妇人人着顺坦，丈夫着听，毋通歹款待伊。然后做囝儿的嘛是爱顺坦爸母，做老爸的，真正足像即个。有所书只不过一句话甲伊摘要，佮22节就咱等下要讲的，做奴仆的，凡事顺坦，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毋是用迄号互别人的目睭前，哇，真温困，是要用诚实心，真像咱的敬拜，祈祷嘛，毋是要祈祷人听的。咱即马会前9点15分，就是祈祷敬拜，有可能无使讲伤济话。我后礼拜可能话较少的，大家有机会发自内心去耐心用诚实心来听候。讲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伫即个圣事内底，主啊，你有话要对我讲无？用安尼用诚实心来敬畏主。
咱若是掠掉这个原则，咱所做的嘛是会出自诚实心来服侍主，毋是服侍人，毋是要做互人看，毋是要做表面的功夫。啊，这个囝嘛毋是要为着咱的面子，为着咱的虚荣心啊。咱为什么要考好哈？就是要满足父母的心愿啊。过年要到啊，伊甲亲情讲的时阵，讲恁后生今年考着倒一间大学，讲出来较大声啊。所以圣经特别吩咐做老爸老母的，爱知影咱的本分，照上帝的吩咐，圣经的道理，互咱的囝儿生了好，上帝的话甲因管啊。然后呢，毋通激因受气，互因失志，毋通互因心内受伤，充满着这个愤怒、叛逆。这有几个例是我听其他的传教者分享的甲咱做参考。伊讲第一个，咱有可能就是否定还是讲忽略囝儿的需要。当伊需要你的时阵，你拢在无用工课，拢在接电话。无用你的手机啊！你讲等者，我嘛常常安尼，囡仔拢找我，等一下，等到2下、3下、4下，然后咧，就没半下，伊电话接的就出去啊！当囡仔感觉讲，老爸就无爱吵我，尤其老爸那则无爱吵，伊就要伊的心内要找着一个受肯定的所在，有可能伊就走去倒位，讲走去。兄弟遐啦，加入迄个帮派啦，因为伫内底人会甲我注意嘛，人会甲我肯定嘛。虽然有时咱的倾向知影迄个环境无啥对呢，无啥好，但是伊就是有迄个需要。你伫厝诶，无人甲伊满足，无人甲伊看重，无甲伊关心，拢甲伊疏忽，甲伊当作空气。伊就讲好，安尼我就爱去找一个认同我诶所在。因为人上基本诶。就是爱有人肯定伊，所以爸母嘛是点真害，就是常常当你无就是忽略，无要讲的时阵就是否定。囡仔考99分来，你无讲考了真好，你讲迄阮走去倒位否定。你哪会遮无听话？你哪会遮贫惰啊？你哪会袂晓得像啥物人啥人？你哪会互我遮痛苦？有时爸母用这种话是非常。严重的控告，囝就讲好亲像我无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好亲像我互我的爸母真痛苦，好亲像爸母冤家拢是因为我，所以伊会感觉到尾啊，伊否定家己我无价值有时咱可能无讲甲遐尼歹听，但是而且伊嘛提醒咱妈妈小组亲子才有讲着讲，是讲你看迄个。弟弟，你看迄个主日学迄个哥哥，哇，而且迄个姐姐好棒哦，好会弹琴，你要不要像他一样？你要不要跟他？这嘛是一种好定。虽然方式有改变，但是你嘛是互囡仔感觉讲，我不如伊。伫爸母的眼中，好亲像别人的囝较好呢。拢在讲别人足够弹琴，足够弹啊。我敢若无所以咱真注意，咱囡仔真敏感，伊会感觉讲，爸母是毋是感觉我无达到因的期待，伊嘛是否定家己，怀疑爸母无听伊啊。最后一个就是咱拄则讲过，爸母毋通甲囡仔摕来顶啊，摕来顶，等讲你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循环。等讲我这个囝偌高，等讲伊安那，结果互别人甲别人比了，也是互这个囡仔会得到一个印象，讲爸母疼我是因为我这个我有这个文字，我足够有琴的，我足够做啥，我足够考试的，所以爸母才疼我。毋通互这个囝儿有这种的误会。我拄则讲一个传教者伊讲伊逐礼拜日，伊两个后生伊拢甲伊耳提面命讲
今日我上主日学哦，啊，恁是牧师囝，恁爱好的表现哦。吼，啊，拄着老师爱有礼貌，啊，拄着阿公阿嬷爱共叫，爱共喊，吼，啊，所以即个囡仔，即两个囡仔，就对主日学时阵，吼，啊，有时会囡仔会安那抢玩具，抢，你爱让人，你爱当，你爱大爱做了比别人好，所以这囡仔安那，感觉讲我做牧师囝做甲足辛苦的。有一天，伊讲伊后生，有一天国小4年级，一天礼拜日困起来的时阵，伊就讲，伊就走来甲妈妈讲哦，我敢若想着今日是礼拜天，我要去厝，我就感觉足艰苦的，敢若想着礼拜日想要哭，尾仔伊的囝得到礼拜天忧郁症，吼，拜一到拜五去学校无事。拜六嘛无事，但礼拜日伊就感觉压力真大，到落尾伊就拜铁去教会。啊，伊就，所以这个是一个吼，咱来想的问题。原来这个囡仔唔是知影真正的真理，应该安尼做，做了真快乐，做伊家己做了真自在，是要为着做好爸爸妈妈的面子，做好吼，也是长老的囝啊，爱做一个民主的，到尾啊，伊无法度做家己，这是真危险的事。所以，这个妈妈这个爸母伊就反省，啊，就开始讲，囡仔本来就是囡仔，本来就有可能犯错，牧师的囝嘛是会去主里甲人抢玩具嘛，无可能袂抢。所以就知影讲，无论安怎，爸爸妈妈就是爱你。也甚至讲，当爸母反应过度的时阵，是爸母无安全感。爸母要借着囝儿有好的表现来抬悬、来压悬家己的身份，来提高家己的地位，要得到好的名声，要得到别人的掌声，结果牺牲互囡仔去担这个责任。求主帮助咱，有这款的看见，精神来光照咱。咱对着囡仔的疼，是为着伊本身的好处，互伊活了快乐，互伊活了自在，活出上帝形象，活出迄个风采，精彩的人生。咱个最后来看第5节到第9节，就是做奴仆甲做主人的。伫现今，咱已经废掉这个奴隶的制度，伫英国、伫美国拢废除啊。总是有可能伫印度，因为这个种姓制度也介严重，女性男尊女卑，啊，搁迄个贱民，比真正是比真生较不如，真正真可怜。啊，伫罗马帝国，伫保罗写这张批的迄个时代嘛是安尼，总是有对咱有真好的提醒。第8节讲，无论是做奴仆还是自由的人，恁是做员工是做头家的，恁就伫天顶有共一个主。伫天顶有共一个主。伊先讲做奴仆的，就用诚实心搁出来。对上帝你有诚实心，对主人你嘛有诚实心。亲像旧约的约瑟，伊对伊的主人有诚实心的时候，主人嘛好款待伊。尾也互伊高升，伊对一个奴仆变做自由的人，甚至尾也会这个上帝高升伊到超过伊原本迄个波提华主人的地位，伊做到宰相。所以你要相信，权柄是上帝所赏赐，天顶地下拢总的权已经互我，上帝照伊的意思来分配这个权。恁伫世间如果是有机会，即马咱在做头家的。上帝，互你这个机会咧，你毋是出世就做头家呢，你真做有这个才情，真做主管，你着用疼心来好款待你的员工。做员工的着尽本分，认真做工，亲手做工，来敬重你的顶司嘛。安尼就是一个和谐、较和谐的社会。人甲人的中间基本上无分关系。拢是上帝的囝儿，只不过是伫这个身份角色扮演了无同款，无相像。所以讲，做主人的你毋通
喊化，喊就是该吓惊啦，该化来化去啦。切说恁兜有外佣，你要该痛罪，这就有真困难。有时咱该尊重伊讲，但是伊就无爱甲你听。但是你若是无甲伊当做是上帝囝儿，你甲伊化过来化过去的时阵，这嘛是一种无正确得罪上帝。所以咱换句换一个角色来讲，如果是你的囝，换做你的查某囝，若是伫国外工作，结果去互伊头家，若是伫别人厝做帮佣，你敢会望因受到欺负，受到遮委屈？歹款待，也是望因的头家真尊重因，好款待因。咱用安尼来想，因遮的外佣过去印尼啦、菲律宾，拢有，即码去印尼较济。因嘛是别人的查某囝因嘛是出伫即个经济的即个国不中来到台湾来做咱的。这个厝内帮忙，所以就记得主要所的教导讲，恁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恁，恁也大声安尼来对待人；恁愿意别人怎样好款待恁，恁大声好款待人。地上的身份地位拢是暂时的，有一天咱拢要面对天顶的主啦。就算总统2024年买落台，敢毋是？无人永远拢是坐官，搁一天咱来面对最后的审判。你即马歹款待你的这过去讲这个查某囡仔也是安那，上帝审判嘛在听等待你呢。所以而且讲到无论是做主人还是做奴仆，你的身份是安那？你若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疼人的心，你会有平安。赏赐上帝要赏赐恁咱看第8节亲像互主欢喜，毋是做互人看，毋是表面的功夫。有人看到你紧的扫涂骹我最近看到这个咱附近的一个里长伊就讲我去公园跑步我去倒位扫涂骹，伊拢抱互人看讲我有在扫涂骹我即马要来选议员，这个里长讲要选议员，大家甲我斗支持。当然，伊嘛这嘛是无毋对，伊有做的代志，若无跑去，别人毋知影。但是伫信仰内底讲是，伫迄个无人看见的时，迄个更加是重点。这伫人的面头前，迄拢是咱常常会注重的。但是伫看袂到的时，迄个伫信仰来讲，才是重点。咱即届楼骹有分即个小春联，我袂记摕一张来互咱看。迄4张内底，我真意爱一张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下骹佫有2撮细纸字，伊写讲安那呢？伊写讲食饭的时着细字有看袂到的人客，讲话的时阵有静静在听的人，你会什么意思？就是讲，虽然咱伫外口拢真表达了知书达理，但是伫厝内可能变一个样，有看袂到人客，主耶稣伫遐；有静静在听的人，可能天使伫你的边仔。所以伫看袂到的时候，咱嘛是爱注重，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今日大饼扫，你毋通拢笑人看叫人来翕相，毋是看袂到的时阵，为主来做，甘心乐意。第8节结论，无论安那行什么好，主要甲你报答。讲要对主来受报答，意思就是讲，你若是对待人无好，行歹款待人，欺负人，有一天要对主来受审判报答。你若是好款待人，倒手做好事，无正手知；暗中暗前你做好事，上帝天父上帝要报答你。到有一天，咱见主的面时，无论伫夫妻关系、囝儿，还是做主管对待咱的员工，还是甚至咱做人的员工，咱只要尽本分、认真做工，
上帝讲要对主来受倒转，就是迄个报赏，迄个免流，迄个奖赏，伫天顶在听候咱。求主帮助咱，伊要照咱的心内的做，毋是照外表，是照你心内的迄个起心动念，你的动机是敬畏上帝、敬畏主、疼人。安尼掠条即个原则，咱做任何事，咱就无惊。咱就袂活伫迄个惊的内底，讲我惊这项向讲话向，你心头了定，上帝要照咱的心来施行。也赏罚分明，施行也阻碍，骗行也公义。咱做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阮恳求你怜悯阮，赦免阮常常伫人际上有亏欠，阮的心有软弱，阮的脾气有时也无介好。当阮做囝儿的时，阮无愿意顺服爸母，讲话应喙应字，主啊，你赦免阮。但当阮开始做爸母的时，阮有时也感觉真无力，无迄个气力去听、去帮助阮的囝儿来行伫主的真理内底，求主你怜悯阮。当阮愿意承认阮的过失，当阮愿意来瓦靠主耶稣的恩典。当阮恳求圣神保惠师，利用你的气力来改变阮的生命，阮来经历到主耶稣你迄个改变生命的福音。恳求主医治阮的内心，除去这的伤害。恳求主耶稣成做阮夫妻的中保，请求主来成做阮家庭的中保，爸母、囝儿的中保。互爸母的心转囝儿，也互囝儿的心搁一摆活倒转转向爸母。互阮来学习你的款式，互阮熬疼人来亲像你，互阮好好用心来经营你所留互阮每一个人际关系，也互当教会阮每一个家庭，通有即种夫妻相疼、富足主孝。美好人际关系见证，愿咱的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来吟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为着这纪念。我心属心。
做厉害的白切用，袂把受着苦楚。心内承受真理，这行无做路步。我若常常期待日，就伫厝有大雨。请坐。奉献者见证执事美凤执事。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学了你，阮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领受你的祝福。感谢你用无强无尽的听来听阮，透过今仔牧师分享美好的人际关系，互阮搁一摆思考，安怎才会使来处理好人甲人的关系。那是人甲人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阮甲你的关系。阮免来荣耀上帝，荣光主的名，将一切事工的初衷，拢遵照上帝旨意，甘心做工，亲像咱主做，毋是咱人做。
求你帮助阮，用谦卑的心来做事工，有气力来成做你的器皿。愿一切荣光、尊贵拢归乎你。愿你听阮的祈祷，应允阮的恳求。只是阮要献上淡薄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接着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3页。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以弗所书6章第7节，请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以弗所书6章7节，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以弗所书6章7节。周报第3面，本周的事项表，请有参与事项的兄弟家己来过目。再来看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礼拜后要举行大饼扫，则请由布身长老来做总指挥。会后11点半伫1楼，感谢美凤执事有准备点心，则来赴堂来领取。各团会负责的区域，请家己来过目。第2项，中会检查部册已经伫1月15结束，感谢秀英执事甲苏美执事前往受检。第3项，1月20拜四上午9点半伫漳州有举行台中中会92届春季的会议，本会请派林牧师前往参加。第4项，2月20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国务组甲团契伫1月30之前提交2021年的时间报告甲2022年的计划，以便编印。第5项，教会还阁有存一寡小春联伫1楼，若有需要的则前往来领取。第6项，教会有要成立社区儿童的弦乐团目前若有意向要参加的，则请向牧师来接合。再来团契消息，如团契、社青团契会后拢配合教会大饼扫。第3项是双联团契定伫1月19拜3，要伫豫园花园酒店来举行迎新。要参加的则向防疫部执事来报名。会记早身份证伊65岁以上的有优待。第4项，最后伫后礼拜后要伫万惠节引导来举行新春的郊游，已经届满有参加的则准时来集合出发。即个是含青少年团来当一个联谊。再来关怀协会的消息，过年有休困，所以拜二是为1月24到2月7休困，拜四是为1月24到2月7拢是当地休困恢复的时间无共款，一个是特别，一个是10号。第3，本来有手机班因为要互大家学了小吸收者，所以到1月21暂时来结束。但是阮有新的班起是2月11开始有迄个手作班，报名费12届一期，报名费500块，迄个材料由协会来支出。若要兴趣参加的，则请向罗宇执事来报名。过来大多数项，请为着下骹6位要参加考试的主女来代祷。集体关怀，则请牧师来带领。过来周报第6页有顶周的奉献明细，然后出入则请向财务部长来反映。咱来看本周的代祷事项。礼拜前的这个15分钟，就是望咱来学习祈祷。总是你若感觉讲这15分钟还无够，我嘛邀请你拜3来参加这个祈祷会。拜3的祈祷会无困难，来到这来练习来锻炼。像咱讲
训练囡仔、培养囡仔，就是甲因 training， 爱练习，无练习就袂进步。你伫咧练习，你就一直进步。咱即马来为着考试的主题来祈祷，祈祷就是一个实际行动来祝福因，有认真的态度、时间的规划、聪明的头脑。第二点，集体的关怀，郭牧师伊其实拢真关心伫教会，只不过可能即马伫线顶在甲咱做伙礼拜，因为伊骹较无方便。即两天胃也无好，求主医治伊。民序上特别需要咱的祈祷，伊即马人伫家有病房，求主怜悯来保守。所以老师伊较无气力的时，伊心中有可能会喘，因为即个需要主想属于新的气力，所以为薛丁姐伊嘴破真久一直无法度真好，即马有渐渐有改善，伊的骹头有在做复健，主拢看过。第三，咱为着疫情来祈祷，伫全世界在扩散，总是感谢主的是讲加在即个奥密克戎感染重症，也是讲死亡的比如比即个 Delta 减轻真济。总是伫台湾也出现一寡的不明感染源，由主来保守桃园，特别桃园北部的即个所在。也有真济咱的会友，其实已经做第一剂第二剂，迟迟无法做，因为身体就亲像确定这都也无真好势，唔敢做。咱最近嘛有真济兄弟做第三剂第三剂有的人有反应，有的人无反应，咱拢求主保守减轻这副作用。最后第四，咱就拄则讲的，互咱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无论做主理二老师，还是咱的青年，咱拢用这种上帝疼心来帮助咱的主题当伫稳定真理中来忠诚，得到主所祝福快乐的人生。无需要请咱这时就做伙徛起来，以完用祈祷的时间伫主的面前，为你家己，为咱的肢体互相来代祷，彼此三体祈祷，起造团队，咱做同心来祈祷。感谢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主，你的殿是万民祈祷的殿。主啊，阮的导行教会成做祈祷的教会，我要为咱的主题依家阿武、韩爱、怡君、博婷、甲岳家来祈祷。因伫即个阶段，国中、高中检测因的学业、功课压力有较重，总是主啊，你当考试的时，互因的心定着有平安，好管理家己的情绪以及时间。主啊，感谢你，我要用祈祷来祝福伫因，互因伫学校、伫功课、伫人际。拢有真好的表现，互因照着主你的心意，勇敢来活出精彩的人生，享受因祈祷的心来面对每一届的挑战。互因伫功课压力重的时，主你成做因的快乐，心内的平安。互因也无放弃，特别伫信仰的追求灵性的操练，和青少年团契伫主你稳定中来进步。阮即摆时间是逐礼拜，对拜六改做让礼拜日。主啊，你甲阮三甲支持，保守着身体欠安的郭牧师、民序上、薛慧姐、薛丁姐，以及阮有体名无体名，有几位姊妹身体拄着的艰难，治疗的过程中，主啊，你减轻因的艰苦，减少这的副作用。主啊，你疼惜，你的气力医治要临到伫因，也要为着台湾的疫情，恳求主你保守，互阮通谨慎，互阮遵照政府各样的规定，互阮做好阮的本分来防疫的工作，人人拢有责任。后教会求主你，互阮的组织拢有安全，
拢有助你的保守，特别看顾，互阮有抵抗力，有免疫好的免疫力，帮助阮。阮嘛为家己祈祷，阮无论做囝儿的，通用有效的心来有效阮的父母，因为这是你所欢喜的，是你讲是头一条感着应允的戒。主啊，互阮伫即个世间久长徛起，也有长岁寿，凡事得到幸通，甲主你的祝福。主，阮感谢你，赏赐阮逐样的恩典，佮赏赐你的话，诚做阮骹前的灯，诚做阮路上的光，来照亮阮的人生，互阮一生跟地主，无行伫歪错的道路。主，阮献上阮的祈祷，摆列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未坎得，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咱彼此来行平安礼，愿主的听充满在座，充满咱的家庭，充满咱的教会团契。哈利路亚。咱做来唱，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遐济，歹势，507首上扬，应光归敬拜上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引带相通，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灭道必会。